继续来关心韩国釜山航空，原地展会下晡2:15，有一架为高雄要飞去釜山的飞行机，那像因为头前链故障，原地已经上飞行机的旅客是全部拢搁倒落来。也那等要4点钟了后，要是修理袂好势，所以宣布取消这个航班，行客行程嘛是受到影响。也那釜山航空有发声明回息咧，按算今仔日早起会搁飞。 迄换飞行机搁写俄罗字，这时阵旅客也唔知影班机无法度飞。今天大约中午1点50分左右开始登机，在机上等了20分钟左右，那就被航空公司请下飞机。 195个乘客全部被请到飞行机，登去候机室，这一等都是将近4点钟，最后等甲班机取消，连退关拢爱排。目前。 航空公司要求我们排队，要带我们退关，航班确定取消了。这班机是韩国釜山航空 BX796，按算伫15下晡2:15为高雄飞釜山。好亲像因为咱啊出现问题，换了后状况也是无法度排除，最后只好取消。大概3点左右得知飞机前机轮故障，那需要更换。 那后续有更换了一个新的轮子，但是前机轮有2个轮子，更换了一个，造成左右2个机轮大小不一。釜山航空发声明回息咧，按算今早起报飞，按不乘客也怨恨航空公司无补偿大项。今年1月28，釜山航空也捌发生一台客机起飞时阵，疑似机顶行动电源过热导火烧起来，176人紧急逃生成功，不过意外有7人受伤。这摆伫起飞进程导员发现问题，取消航班，虽造成旅客无方便，不过平安上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